我買咗6包正義女神卡，睇下會抽中邊個先。到呢張啦，咁係喺600張裏面嘅第254張。宮城濱情景，早上啊，情景第600張嘅600張裏面嘅就係461。呢個600張裏面嘅第389女角色306。天使 number 222啊，第600張謝思曼，我猜到 Benz 啊，係600張裏面第599張啊，跟住呢張就重複嘅，就第180張。呢個就明哥，第424張。我抽到嘉樂啊，第576張，600裏面。跟住林馬晴，第308張喺600裏面。呢個最尾一個，第600張裏面得395張。跟住第3個反派，我抽到阿文啦。呢張我都抽到啦，我有2張，呢個第2張，呢個未抽過，抽到啦，見到佘詩曼啦而家，呢個又抽到啦，又重複啦，好似係重複啦，呢個重複，第一次抽到高淑華，呢張係第一張。普通版嘅，呢個已經重複。最後而家有啊？出緊嚟。哦，好。已經出嚟。情景題，情景章，普通版。鄭官啊，文正賢，好多高成分。好多高成分。咁就係頭先咧，又翻轉頭買咗3包啦，係啦，嗰間 7嘅成盒正義女神嘅盒環抽已經俾我抽晒，我抽到 Benz 啊 ，Benz 爸爸啊，跟住抽到情景題啦。第2張方官，跟住補習老師，光正，佘詩曼阿堅，跟住呢個都係限量嘅，係唔知乜水，第2款嘅Joman，第3個正反派。正姑阿堅，我已經有第3張啦。天雪2張，言官3張啦，記埋之前嗰個。